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要继续来关心为着侦办不实的连署案，新北地检署昨暉搁一届发动搜查国民党新北市党部等3个所在，拢总甲4个人带走。其中三重区党部执行长罗大武等3个人复讯是无报请回。咱那市党部书记长陈正荣今仔日透早移送新北地检署来复讯，讯后检方是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拄落车的这位是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书记长陈正荣，今仔日透早移送新北地检署复讯，经过检察官2点外钟的讯问，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检调侦办不实连署案，进前已经搜查国民党、邦桥党部、三重部党部、离北国区新北市党部搜查，抓回4个人。有2位同仁被带走嘛？那原则上我们尊重司法调查，但希望公平、公正、透明。一位是书记长，一位是书记，基本上就是负责市党部相关的工作。承认联署出问题吗？穿深色外套、手提牌仔的是新北市党部书记朱培仪。专案送新北检复讯了，检察官有伫无报请回。会觉得很无辜吗？手举雨伞的是第2遍被约谈的三重部区党部执行长罗大虎，15被约谈时阵，获检方审押，法院裁定20万交保。这回复讯了，加邦桥书记蔡监子拢是无报请回。国民党贵人市党部离北也获检方搜查，因为罢免民进党贵人市议员郑文婷张之火提遗书，也团做涉嫌伪造文书，包括贵人市党部主委吴国成，也个仁爱区党部主任张金发等人拢被带回约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开记者会批评执政党滥用司法，下令南营全国民代协助罢免立营立委二阶段连署会列入考核。我力抗国会也要提罢免案弹劾案。不单520当天开始，国会要提出罢免案，要提出弹劾案，接下来在台湾各个角落、各个地方，我们要全面的发动各种方式的罢免赖清德的运动，这是我们全党上下一致的决心。罢免总统需要76席立委同意，白蓝2党相加根本还摸不到边。罢免总统是天方夜谭。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吴金如因为罢免不实连署案，获台北地院裁定收押。党中央已经派国民党台北市议长戴锡钦代理台北市党部主委的职务。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最新的消息，咱要来看日本政坛的大人物，自民党众议员高市早苗，伊组团访问咱台湾。昨暉总统赖清德有甲因见面，伊讲感谢日本伫咧重要的国际场合，几啊届大力挺台湾。那高市早苗嘛讲，除了台日的关系，嘛要加强合作，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高市早苗等人。赖清德致辞时阵，感谢日本政府伫重要的国际场合，几多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希望双方合作建立灰红供应链。面对中国红色供应链日益扩张，我们希望台日作为彼此重要的经贸伙伴，能够在半导体、能源以及 AI 科技等领域持续密切合作，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64岁高市早苗，去年甲现任日本首相石破茂竞争自民党党魁失败，因故依然是日本政坛重量级的人物，因为伊从前以来接受到日本已经过身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动向。互人认为是安倍接班人之一。不做过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总务大臣，也有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等职务，对国安甲经济事务正了解。伊甲赖清德见面了后讲，除了台日关系，甲美国、澳洲、菲律宾的共鸣，因为共享价值也加強合作。加えて台湾、日本、にとどまらず、アメリカ、フィリピン、オーストラリアなどこのミニマルチ。高市以这段会见赖总统，也拜会前总统蔡英文、立法院长韩国瑜等人，就台日关系、科技政策、加经济安全等问題交換意見。けれども、台湾と日本が技術協力をしていく、そして台湾も日本も世界にとって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地域、国である。
そう思ってもらえる。要は不可欠性というものを強化していく。これが私たちの平和を守ることにもなると考えて。伫咧问议两岸关系时阵，高市早苗讲，不应该和中国侵略台湾的借口。日本正愿意保持台海和平稳定，在和平的情形下，甲台湾互相交流，共同创造欢迎合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全台湾各地拢正好天，日时高温嘛有回升。咱做伙来看温度。透早台湾北部要是较凉冷，气温差不多是19度至20度。不过日时北部、东半部的气温会加26度至28度，中南部会加29度至31度。另外，今仔日各地是拢正好天，水汽嘛有减少。不过，干那伫咧东半部，抑个有恒春半岛可能会落阵雨。也若过到了后，山区嘛是爱注意，可能会落西北雨。今年第1号风台有机会伫咧5月份来形成。目前伫咧菲律宾东南边海面的热带扰动，有可能会成做热带性低气压了后，搁再发展做今年西北太平洋海域的头一粒风台。有专家讲，初步来看，对台湾目前是无直接的影响。不过，这风台路线变数是真大，要爱搁继续来追踪甲观察。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在早晚的时候，在28、29甚至到30号的清晨，都还是比较偏凉的。半时开始，如果有一波方面会通过台湾，会一直影响到拜六。天气风险公司分析，虽然目前气象署定义5、6月是梅雨季，不过会有较大雨势。梅雨方面，一般拢是伫咧西南风建立了后，所以影响较大的剧烈梅雨方面，大约是伫咧5月中。因若即马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扰动有发展的条件，若发展成做风台，有可能是转向型路线，不过变数抑阁真大。应该会在5月1号的前后，强度就会明显的继续增强。后续它会沿着环境的死流场的导引、采抛物线的方式远离，一直会朝着日本的南方海域进行。专家讲，初步看起来对台湾应该是无直接的影响，不过因为时间抑阁久，世界各国模式也拢一直伫咧做调整，有测的路线也拢无同，有部的变数也真大，将会继续追踪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总统川普佮就任了后，甲改善移民的问题列做是伊施政的重点之一。美国国务院发公告，外国人使用旅游的签证去美国生囝，摕到公民的身份，这是互人无法度接受，所以会依法拒绝所有这款的申请。也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甲领事馆嘛，伫咧社群平台发布简体字相关的公告。来看联合报，克里姆林宫伫咧二八时阵表示，罗西亚总统普丁已经下令罗西亚的军方为5月初8至初10，伫咧乌克兰的战事停火3天。迄当阵是罗西亚年度的胜利日，这嘛是搁偌济讲要暂时停火了后，伊搁一届各方面宣布要停火。过来看中国时报，2026年台南市长的竞争即嘛是愈来愈激烈。新营区天湖立体停车场正式动工，有市议员敲洗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讲伊来挂电话买。也若同款是民进党的立委陈定辉，伊嘛讲这是伊的功劳。双方知影了后，煞演变做是绿营党内互相在呛声。军事的消息，虽然咱要来看，冷16天了后，中国日前搁对台湾发动联合战备警巡，有渔民看到3只中国军舰伫咧澎湖的西南海域。有专家就分析，可能是中国的电子侦察舰甲公务船出海收集战场的情报。另外，美国甲菲律宾做伙军演，美军头一届伫咧离台湾200公里远的巴丹岛部署新型的反舰飞弹系统，这嘛引起大家关注。台海紧张情势搁欠悬，中共计16日日前对台湾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自备发布，查到29只军机鸟台，其中16只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中西南甲东部空域，加上军舰10只、公务船4只出现伫台海，也彰化中共发射在焚火前经过咱的 ADIZ 对台湾无危害。
中军头一联合战备警巡有渔民看到中共3只军舰列队伫车出现伫澎湖7米西南海峡附近。为相片来看，强舰船身有圆形球状物体，疑似是电子侦察舰甲科研公务船。学者分析无排除强军收集国军机舰出勤的各项参数。也有可能是为了针对去收集我方就是台湾这边国军或者是海巡在进行拦截或者是进行相对应的行动的时候的一些电子讯号。如果在九鹏进行飞弹试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型武器的这些测试的作为的话，那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也会有电子侦察机或者是不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在周边活动。那我国也不断的再去把他们这些行为习惯来去做统整，那把这些资讯叠加之后，那慢慢的可以掌握出对方的这些意图跟他们的方式。针对强舰公务船可能演练协同作战，学者表示考验海军海巡跨部会合作，由国军马代表上强战车 M1A2T 第一批38台的进行增加训练，团出会提悬北台湾防卫量能。陆军想要部署到南口大地保护台北港桃园机场。美国强化印太军事部署，甲菲律宾展开轻兵舰军演。南模区战争时况，美军搁第一摆伫台湾不到200公里的巴丹岛部署新型反舰飞弹系统 NMESIS 国家解脱时检制中共。That's something that our treaty obligations. That's the longest treaty obligation in the Pacific. That's something we always take seriously. For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we've never left the Pacific. Even when we were fighting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we've never left the Pacific. 美军表示 ，NMESIS 因为第多年无针对台海局势主要强化海上旗帜甲制海权，中共也表态反对美菲军演，力争维持对立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一个比赛，叫做“共读一本好册中文”的比赛，这是中华民国中华学会甲中国党政单位合作举办的。因为甲中国的官方有牵连，互怀疑讲有可能是统战。陆委会嘛证实，这个活动有互检举，可能有违反2项的条例。也那教育部嘛目前嘛正咧调查。中华民国中华学会甲中共党政机构合办2015年共读一本好册中文大赛，那报名投稿应得到福建研合资格。陆委会证实，这活动经过检举，勘查违反两岸条例第33条之一，教育部已经查处当中。记者去中华学会真济摆7万人，依然无回应。暗过伫官方网站发声明表示，这活动是两岸善意正常往来文化交流活动，千万唔通过度引申做无必要解读。另外，拜六国文老师欧桂枝也捌伫社群软体转发共读一本好册中文资讯。共读一本书，那里面的书单全部都是纯文学性的书单。我这次传到班群了，然后也没多说什么，因为通常这些讯息就是传出去，学生要不要参加，他们自由决定嘛。不过，中华学会甲中方机构合办中文比赛，因为中方出版单位吸收中共党政机构，官方色彩真高，被质疑有统战意味。学者提醒，防止中共统战渗透浩横，应该会教育定睛，强化国家安全意识。其实，当然，我们的反统战作为是需要向下来扎根啊。比如从小学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政府可以做的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宣导，或者是国家意识的宣导，其实是有它的必要性。教育部强调，已经接到相关检举，会照规定查处。陆委会提醒，特别协助中共继续就咱的青少年学生去中国进行统战活动，提醒师生去中国进前，应该注意相关风险，提悬警觉，不应该涉入政治目的或者是政治性内容，避免协助或者配合中方宣传导致要统战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要来看西班牙甲葡萄牙二八时阵发生大规模的失电，而且法国有的所在嘛受到影响。不过上较严重的要是伫咧西班牙，伫遐路连的交通号志未到，交通大拍结，铁路甲捷运嘛断电，而且无电致使病院无法度运作。西班牙是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有来电差不多是30%左右。因若这种大规模的失电，伫咧欧洲实在讲是真罕见。目前初步研判，这个失电甲网络攻击无关系，也那详细原因还要调查。里斯本这间购物中心的电火闪闪烁烁，人客伫咧这种情形正歹买物件，排队等要计销的人客拢卡条火，无电手扶梯袂振动，才家己爬楼梯。伫
而且暗摸摸看袂清楚就爱正细腻。外口的情形也共款乱，正灯拢未到，开始塞车，机场航厦也暗摸摸，大家拢出来外口等，铁路职员也拢袂叮当。 Começou por aí, a minha filha disse que tinha, no momento em que foi tudo abaixo, comunicamos e depois ficamos sem comunicação. 利贝、葡萄牙、西班牙也个法国部分地区发生大停电，西班牙上严重。里斯本发生的情形，西班牙拢有，地面加空中的交通拢正混乱。这间店因为无电无法度运作，真侪人叫计程车出现。 这间马德里正伫咧举行的职业网球赛也受影响。 So maybe I just need to not get a lot of sleep. 地铁、机场、火车站、公共运输系统拢未叮当，马德里地铁的乘客看到外口的光行出去，无电、正灯未到，马德里市区规个大客车、提款机真侪人排队要领钱，超市发生惊吓性购买。 Todavía no tenemos información concluyente sobre los motivos de este corte. No descartamos ninguna hipótesis.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有一间欧洲贸易机构表示，法国甲西班牙之间的能源连接出现技术性问题。昨晚西班牙甲葡萄牙已经是暗时，有一寡所在已经有电，不过西班牙大部分的所在也拢是暗摸摸。两个国家的政府开紧急内阁会议，要赶紧找出造成停电的原因。这种大规模停电在欧洲是正罕见。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我来关心伊朗南部的港口，拜六的时阵发生大爆炸，火势是拖烧到礼拜才总算控制落来。死亡的人数是已经增加到70个人，有1200多人受伤。目前有消息指出，是因为飞弹固态燃料的化学物质引起的爆炸。也若针对报道的讲法，伊朗的国防部是拢唔承认。也若伊朗的总统礼拜嘛有去灾区视察，强调讲会查明事故的原因。 伊朗南部按荷姆兹海峡的沙奇德拉加伊港伫爆炸发生了后第二日，伊原搭伫真大乌色烟雾当中。这代志发生伫拜六早起，港口的货柜区升起大火，清除化学物质在烧的感觉红色的烟雾，所以发生大爆炸。为了大家连伫50公里外拢听到。صدای انفجار شدیدی شد. صدای انفجار خیلی شدید. مهیبی بود. ما دیدیم متأسفانه آتش سوزی و ایناست. دیگه اومدیم اینجا دیدیم ماشینا رو می‌بینیم ماشینامون با چه ضرر جان همه ماشینا سقفاشون شیشه‌هاشون همه داغون شده 代志发生了后，消防无人机甲人员规暝咧拍火，暗过火势滚甲超过24点钟，到拜二才得到控制。这代志也造成重大伤亡，3名受伤的人想起迄时阵情形，伊原正着惊。 انبار شد دود و خاک و خاکستر که من نمیدونم خودم رفتم یا پرت شدم زیر میل 伊朗总统拜二亲身去现场巡视，各慰问受伤人，强调爱查明事故原因。英国时报引用一个伊朗革命卫队有联络人士讲法指出，引起爆炸是过氯酸钠是一种飞弹固体燃料主要成分。一间私人海事风险咨询公司透露，3月伊朗才拄伫这港口车一批中国来的过氯酸钠火箭燃料。不过，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当地无进出口任何用伫军事燃料或者是军事用途的货物。 北京外交部伫声明讲，有3个中国人受伤，不过情况稳定。目前伊朗当局将这代志看作是意外，宣布拜二是全国哀悼日，强调港口只有一个地区受影响，其他区域依然照常运作。不过伊朗民众为哀悼转作愤怒，质疑政府为什么将大量危险、燃烧的物件囤伫港口，无妥善处理，互甲贝鲁特爆炸同款的悲剧佫出现。最近对伊朗甲美国代表伫阿曼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 以色列北地2020年对港界港口发动猛攻，这代志是意外，也是故意攻击，也引起外界联想。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辑。也若讲到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区已经要2个月啊，国际救援组织是无法度甲这救援的物资送入去，难民嘛强要无物件通好食。另外，以色列是阁继续轰炸黎巴嫩。以色列讲，即个目标是要甲真主动的飞弹甲崩掉。 虽然是无人受伤，不过附近的居民是感觉真惊吓。老板发出爆炸声音随后，就庆祝乌烟。以色列第27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出疏散警告，1点钟了后，就到3粒炸弹，接着贝鲁特郊外一栋建筑，好佳在无传出伤亡，火势也真紧分拍花。只不过，这寡无定期发生的轰炸，互居民是心惊胆寒。
أنا هون بعيد 50 متر عن ضربة. أنت من سكان المنطقة. هاي تاني مرة بنظهر من البيت مع عيالنا مع أولادنا. يعني شغلة ما بقى تنحمل. في خيار واحد يا الرد يا شو وقت نعمله كدولة.以色列表示，即摆轰炸击到的目标，准防真主党的精准打击飞弹，才会发动攻击。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破坏区域的安全和稳定。以色列伫去年在1月，甲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不过这份协议真脆弱。以色列军队犹原继续伫黎巴嫩边界附近活动，佮不时对真主党发动攻击。以色列另外一个战场加塞是为3月初就面临封锁危机，人道物资一直无法度进入，高达已经活60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顶礼拜表示，因已经发出最后一批准粮，即马各地拢传出食物供应不足的消息，真侪服务人员的厨房已经被迫停止。انت تتفرج على الناس كيف على التكيات، تتفرج على التكيات كيف الوضع يعني، الناس صارت تدبح بعض، والاكل حتى بطل يكفيهم يعني يوم التكيه تفتح و10 بتسكر، يعني مش صح هذا العمليه اللي بتصير، الشعب يعني ضاع يعني كفي حرام، حسوا بالشعب يعني. لو اكتش هذا بده يضل لو اكتش هذا الوضع بده يضل زي هيك يعني。这边表示，物资当日一项强要用了，目前只剩豆仔甲白米也真紧会放食了。伫这个同时，掌握驻地政府权力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出现人事变化。里面有史以来第一位副主席，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主席阿巴斯交接铺路。阿巴斯自从2005年接任主席以来，伊甲哈马斯爆发内战为理由，一直以看守政府身份接握权力，无举行过选举，所以受到批评。新任副主席谢赫是阿巴斯主席幕僚，甲以色列谈判经验丰富，那未来真正进行权力交接，新领袖敢是有机会为以哈强国带来新的可能，受到各界注意。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菲律宾甲美国举行年度大型的联合军演，中国甲菲律宾伫南沙群岛北部相争插国旗，而且互相指控对方侵犯铁线带的主权。美国军方表示，伫红海的美军航艦杜鲁门号，今仔日有一架战机甲一架拖车滑落海，那这个事故嘛造成一个海军着轻伤。来看美国财政部长布辛特今仔日表示，真侪美国主要贸易的国家针对美国关税的问题是已经提出真好的提议。头一批甲美国签贸易协定的其中一个国家可能是印度，而且表示美国已经有甲日本来讨论，那其他贸易谈判。亚洲贸易谈判的季节嘛，共款真顺利。镜头话看转来咱国内，美国关税政策慢车实行90天，若若走远洋货柜的，将有可能因为厂商赶要出货，订单有变较济。有业者就表示，有一寡商品是赶要出货，毋过也无甲烧整的情形。有专家就提醒，上大的变数要是爱看美国甲中国安怎讨论关税，未来安怎发展才会较明显。往台北到码头的货柜车一直出入，一台线一台，传出是因为受到美国川普关税政策影响，真侪客户赶紧提前来优惠出订单，就想要避免关税冲击。台湾的货柜三大公司，包含中营甲万海也坦白讲，签订约状况比去年较好。我想我们长约在美国线签约的比率是高，我们的量价基本上会比去年好。那在欧洲的部分，价格也有在提高，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晋阳线我们。包括我们今年的运费呢，都比去年的同期运费1到4月这样看下来，大概运价大概成长3成，所以表示晋阳线目前状况都还不错。真侪轮船业者出席会员大会，引起外界关心。海运业务是毋是受到美国关税冲击？万海航运讲，对出货状况来看，像一寡特别定制家具，也有工具机。也是较俗的电商受到影响是较细，因为终端也是有这需求，所以讲也是有货出口。虽然无抢仓，不过可能发生部分极端现象。阳明海运是认为讲，除非美国需求是大幅度下降，若无货品出货机会也是真悬。长期来看，袂遐尼悲观。我是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观察，应该不会那么悲观，因为除非美国整个经济状况出了大问题，他不购买，他不消费，不然跟亚洲购买这些部分一定会继续的。比较大的变数是在那美国到底那边会有什么样的情形？还有就是说，他现在的协议上面除了中国之外，会不会波及到更多的地方，然后让全世界到美国的总运量下降？
专家提醒，进前美国贸易代表处北发布，特别是中国所有的也佮有营运的时阵，就爱来设真悬的港口费。未来若是政策开始实施，是不是增加这个航运的成本，也要纳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股市的消息来关心，台股昨昏早起开红盘，盘中捌去2万点，收盘收伫咧20034点。因若今仔日早起，台股开盘是升落甲20007点，抢关了后，随搁落落来。有分析师嘛讲，台股短期内也是会有真大波动。伫8月台股开盘红盘的情形，互投资人进前握住的心情有较好。伫盘中也捌登到2万点大关，去超过190点。宽达股台积电港关是开关行关。上个礼拜五呢，美国股市呢是连续第4天的反弹，那加上呢，我们台积电以及呢台指期的电子盘走势都相对强势，所以呢，让我们今天台湾的股市呢走势是相对强势的。分析师认为，伫咧未来，台股短期依然是关价震荡，再等到美国吹测半导体调查过一段落，才能结束市场观望的气氛。因应最近台股震荡的幅度大，伫发现在几会伫8到证交所视察，自今年一直到4月24，台股若甲其他国际证券市场的表现来比，台股的盘放是15.4%，日经盘12.2%，韩国是去5.1%，美国道琼甲纳斯达克也拢是盘。不过，若是对这个月反弹力量来看，台湾上港的力量是去14.27%，是比其他国际证券市场的表现更较好。川普的这个关税的影响，基本上我们回复的情况在世界各国来看，虽然我们跌下来的时候，我们也 rebound 的，相对的来讲的话，在股市的表现是在世界上是也表现得非常的好。做多再加上防空3个的一个措施里面，多元担保品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就发现，其实是真的是有效的。受到台股波动大，也打击投资人的信心。根据中央大学公布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即便以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下滑幅度上大，比顶个月下降幅度11.25点。对等关税是发生在4月初了，它的效果其实还是会一直延续。它因为有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它当然也会让其他的指标跟着就是下跌。观察第8，台湾金融市场的表现，呈现出股汇拢升，新台币兑换美金汇率以32.5亿开盘，一若起势会维持偌久，一个密切的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防部新型的永鹰高教机卖去高雄公山的空军基地来训练。不过最近有居民反映讲，这款新型的高教机唔若较大台，飞行的声音嘛比旧型的加较大声。烦恼明年会有更较侪战机到位，噪音的问题可能会愈严重。公山空军基地内面，飞行机一台接一台飞上天顶，这是军方逐工拢爱做的固定训练。不过，这阵飞的飞行机不是较早迄款 AT3，是空军上新的永鹰高教机。虽然台湾新的教练机会当提升空军的战力，但是这只永鹰唔若机型较大只，飞起来噪音也比 AT3 加出要甲20分贝。为咗居民拢反映，最近真正有较差。我差要几百倍，较早迄细声咧。较早是安尼吼吼叫，有差定定有影，但是咱这是买啊，无训练嘛袂使啊，对毋对啊？该吵就好吵，为着咱台湾吼，咱一定爱顾家己啦。有民众认为会当体谅，当地里长是建议飞行路线会当溜溜啊煞一个撇开学校，减少对学生囡仔影响。另外，有立委表示，公山基地拢总要进33只永鹰高教机，即阵敢若12只尔。民众都已经环境变较差。目前军方对基地附近13个里的补助，一年大约是2000多万。无论是设施补助，也是现金，拢伤过久嘛伤过少。希望军方会当提悬补助。有啊，个飞第17线迄边。迄边遐甲无迄个学生啊，3级的话是3万，1级的话是2.5万，平均要等14年。那你不领那个实物补偿，就是说，房子设施补偿的话，你可以领现金补偿。现金补偿的金额是每人450元到600元，1年哦，那就是1天等于不到2块。立委烦恼，明年3月份33只永鹰拢交给公山基地，噪音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针对噪音改善，军方表示，目前也佫需要办公听会，收集地方意见，才有法度来做后续的处理。记者柯家族赵用高雄场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台61线路南台南7股这个路段，昨昏有一台南空车启动着3台长咧扫车路的工停车，路尾手佫导火规个烧起来。
造成2个工程人员当场是无喘气、无心跳，不幸过往。因那即个驶南马空车的人，伊的酒测台是0，因那事故详细原因也会调查。快速道路边仔2台车陷入火海，消防队现场救水线灌救，无完婚也有2名受伤的人倒伫涂骹。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伫台南7股，路程303.4公里。2月早起11点半左右发生严重车祸，30岁姓吴的查甫人驶一台南马空车，先后启动直行中的风浪车、扫街车甲工程小货车，拢总3台车。南马空车甲小货车最后都火烧起来。防撞车的侧面之后，然后再撞到我们的这个施工中的扫街车，然后再由在前面撞到我们整部那个工作车。3名伤者当时都在桥上，那1名伤者是站在那个路边待救，那另外两名伤者是疑似是喷飞出来，然后身上都没有烧灼伤，都是那个创伤。火势伫12点半爆发，施工单位表示，迄当时当济平公路分家南区永和工程分局的路面清洁作业，南马库车伫无打档的情况之下，先后落定3台工程车，其中最后风浪的工程小货车车顶的60岁姓林的查甫驾驶，甲68岁姓王女乘客2个人风浪飞出去车外，当场无喘气心跳。3部施工车辆系承包于云嘉南养护区养护工程分局。执行台61线路面清洁作业，水泥车驾驶左侧值为0。我们急救的过程大概30分钟，那他没有恢复自主的呼吸跟心跳，宣告无效就宣布死亡。2名受伤人互分送马岛新楼病院甲嘉义基比病院急救，也毋过有缘因为相当伤宣告死亡。南马考车驶5驾驶受受伤，意识清醒。警方表示，伊酒测台是0，详细驾驶的原因也有待背后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交通的消息来看，高雄市小港区奥多拜要越民治路的时阵，要倒越煞是爱伫咧正平等，而且这车路的标示，有民众是看落感觉雾煞煞。市府表示，因为是考虑当地路面的情形，做特殊的处理，咱做回来了解。发现林肯道的慢车道河一顶也是红灯道人冲过去，但是新标线画设了后，用路人要倒弯，就要靠近林肯道这边的车道等待，车顶道啊才会当转弯。是啊，这呢左转是要先进去里面左转的啦。有人抢快，他可能就会撞到了。他是说就是可以看灯号啊？有些人是没有在看灯号的。有骑车的人讲真混乱，因为高雄市小港区花旗路到越民治路这条道路新标线，靠近快车道分隔道这个车道，画标线是显示会当直行，还佫有正弯，但是第一边啊，说是奥多麦倒弯的车道。考量到慢车道的这个直行车，它的动线不宜再做这个往右大幅度的一个偏移所以我规划这个机车是在右侧。市府解说，往北的方向虽然有紧慢分隔道，不过线型决定是倒弯了后，倒边佫会加快有偏车弯，认为慢车若直行车无适合佫来偏移，才会甲倒弯的车辆规划伫正边。希望说尽量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不然的话，可能在地人知道说这边右转是要靠这边左转是要靠右边，但是我身为外地人的话，我到了现场，我当然会不知道说为什么我这边机车要左转的时候，突然要靠右边去走。民间团体表示，各地标线画设有时阵会看现况，这案是为着动线安全会当了解。不过嘛建议全国应该要有一套统一的标准，才袂造成困扰。公司新闻吴刘婷丹很困局报道。镜头咱换来看宜兰的警方伫咧抓一个毒品犯的时阵，这个嫌犯竟然是驶车弄警察车，而且佫伫咧市区冲红灯。警方甲这个嫌犯的车开3枪了后，总算甲嫌犯压起来，而且佫伫咧车顶敲着安非他命等等的毒品。目前已经甲这个嫌犯移送法办，嘛来追查讲伊感受假毒驶车。发现撞红灯开警示声要甲伊抓来，不过嫌犯未停车。警方查证对嫌犯的前脸开3枪，佮通报警网伫宜兰市龙泉路甲4个嫌犯的车动来。无想到讲4个嫌犯佮开车弄警车。规台车拢停来了，警方甲过程的嫌犯对车顶诱来，因为过程嫌犯撞红灯了，伫市区内面危险驾驶。迄当阵差不多暗时7点，拄好市区人上多时阵，好佳在无造成意外，也无引起真侪附近民众注意。听到什么声音？这样子？
枪响3声啊，赶快跑去躲啦。警方将嫌犯制服了，就开始搜证，在车顶敲出依托米脂、安非他命等毒品。警方在宜兰市农权路段上实施拦截围捕，岂料该车辆竟然冲撞警车，现场员警见状立即朝车轮开3枪制止。警方依照毒品妨碍公务等罪嫌，将过程嫌犯移送法办，也该验尿调查看伊是毋是有驾毒开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要继续来关心凯凯这个查甫囡仔防疫太死亡的案件。细老的年母因这对姊妹有真大的嫌疑，一审按算5月13的时阵会宣判。查访持续开庭，因2个人到搭是要咧辩解，而且讲凯凯婚书顶的伤是伊家己造成的。不过，当检方提出证人的证词了后，因煞是随个解喙。细老二母姊妹搁一摆提审出庭，涉嫌虐死查某囡仔凯凯。台北电影里被调开第4摆审理庭，再去由妹妹以证人身份先后接受质问。他一会儿说，凯凯是这样讲话，然后后来又变成这样子，那这样子的发音可以骂出脏话吗？对他不利的东西，他就会问说，他就会很傻，就说我再说一次，我听不懂。对他自己有利的话，就讲得很顺。妹妹伫庭上辩讲，听过凯凯婴仔话，插着无好听的话，像咧叫垃圾话，也3摆看到凯凯家己弄着头。原本佢讲无看过凯凯伫壁甲无穿衫服徛，经过检方提示证人证词了后，伊个解释表示无清楚敢是防服徛，也毋过有看过凯凯无穿衫徛伫壁甲。早上搭8点半的火车到这边，可是因为前面人太多，刚好进不去。下晡开放帮听进前已经有人排队，有人早起无排到，提早到场等待。下晡换到接受检辩质问，伊当场辩讲，凯凯定自弄自写，用面巾绑骹手，用水果棒套头，拢是出伫保护做出来的真戆的行为。也承认捌互凯凯只穿尿布，倒伫地下室的涂骹，双骹吐伫门顶，是希望替伊消寒水。为外劳美乐照顾凯凯的2名前年母，甲被告的姓王后生4名证人拢已经连续出庭，以后几日会陆续传唤，包括发起精神科医师等，鉴定前到庭。唯一死刑。民众已经几摆号召，自发性伫街路声援凯凯，到底一审安怎判决，继续受到外界高度的关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因为伫台南市学校的附近出现休闲娱乐场馆，或者家长是感觉真烦恼。为着要加强管理，市府定出台南市休闲娱乐自治条例草案，要来规范业红仔机等等这场所。不过，议会就质疑讲，这草案的规范无够严格，要求要提案重新检讨。台南市北区这间国小，短短200公尺内有几排休闲馆，东区嘛伫巷仔内有设这款场所，拢踮学区范围内。过去有休闲娱乐、钓羊头、卖狗肉，内底头做交警，互警察掌着。为了加强管理，台南市经发局订定台南市休闲娱乐事业管理自治条例草案，送去议会审查。不过，侪议员质疑规范无够周全，要求提案。家长嘛认为政府爱严格把关。我会比较担心小孩子他上下学看到会受影响啊，也会担心那个治安问题这样。应该爱甲夹娃娃机、甲麻将、德州扑克、甲棋牌分开来讲，这个佚佗算麻雀的，你伫年岁限制，是不是得爱有较悬的部分？我们自己台南市之前就有订定自治条例，就是针对电子游戏场的1000公尺嘛。那为什么我们不沿用？就是说有这个赌博性的，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自治条例1000公尺。这条台南市休闲娱乐事业管理自治条例，一方面是规范业红仔机，另外一方面是规范休闲活动场馆。此案规定，业红仔机店爱离学校50公尺以上，那鸡排、德州、茄子棒场所爱离学校200公尺以上。不过，议员认为这距离根本就无够，嘛建议爱定入场年纪限制，检测总量管制。市府回应这部分会搁内部建议调整。要限制18岁以下青少年进入，还有要不要把自治条例拆成2个自治条例来做相关的规范这部分，我们会把自治条例先撤回，然后来广泛的收集各方的意见之后，然后内部做充分的讨论。针对2排顶性这个场所，这阵草案内底6则会讲，台南市长黄伟提讲，市府后续会搁办公听会，听学校甲家长意见，补足相关的配套，才搁重新上线。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来关心这个意外消息，伫婚礼的启动有一个查甫人，伊伫一间旁远的工厂咧烤草啊，毋过煞一个无细字跋落油槽内底，加在有人听到伊咧喊救命，是赶紧报案。消防队是随甲人救起来，加在伊的伤势是无啥要紧。消防人员将27岁当事男子救出来后，伊全身拢被乌油包条的，赶紧用清水洗衫粉将伊身躯的油污洗掉，要送病院进一步检查。这名当事男子。受过在启动向大米村一厝的废弃干粮板草，27号下晡4点外，却无小心跋入去一厝无加盖的废弃油池内。在除草的时候，不小心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就对了。那他有拉到一根铁条就对了，在呼求救。那附近民众听到就报案，我们就赶快把他用那个塑胶管让他拉着，把他拉上来就对了。消防人员表示，消防局在27号下晡4点50分接到报案。讲有民众跋入去废弃的口井内，赶到现场才发现是一厝的废弃油池，赶紧将受困的当事男子救起来。好在在受困的男子意识清楚。患者说他的手脚有点擦伤，我们先帮他除，就对，除治完之后就准备送医。处于无力啊，拢规个喷头机拢拼落啊，弄落啊，我就一直要扛，油袂掉啊，骹内头尾内底有石头啊，有打着。消防局表示，经过初步勘查，这处废弃的油池长甲宽大约拢40公分。而这名受困的当事男子经过救出来后表示，有食到小块油污，手和脚拢有小块磨伤。经过初步清洗和处置，搁送到病院进一步检查，并无大碍。公司新闻王伟雄有报道。电影风上头来看，台南龙街场经过9年的疫情，培育出台南20号这款气味香又个好食的米，而且透过技术的转移，伫家己市政、家己县绿草香农会，因甲台南20号这种米发展出另外一种产品糙米，即嘛毋但有新的选择，在地嘛加一项新的农产品。家政班的班员无用来超拄煮好的糙米，暗算等一下要互外口的民众体验用糙米来做料理。这款新的糙米就是绿草农会配合台南农改场，用客做的方式种的。二芒这个糙米会当加做是绿草新的农特产。像我先生就不喜欢吃糙米，可是我就煮了这个糙米，他就超喜欢吃，连我儿子都喜欢吃。老师用到在地材料，甲民众安怎使用这种糙米来做料理，民众试食了后反应拢袂歹。农会总干事讲，台南20号种出来糙米，米的部分较嫩，米糠迄层较薄，所以煮起来袂甜，食起来口感嘛真好。Q 啊，然后迄个米嘛袂甜，袂互你感觉讲是糙米安尼。一般品种的糙米吼，啊较甜吼，啊较歹消化上去食的口感会较无遐好吼。啊，咱20号的糙米较软 Q， 但是伊嘛糙米的营养甲特性拢有伫的。绿草农会表示，现代人愈来愈重视健康的食食。绿草乡是台湾第一个用台南20号来种糙米的所在，为着要维持品质，嘛拢有甲农改场来合作，希望通过好食健康的糙米，毋但提升米的使用价值，嘛替绿草垂条农业发展新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年因为雨水有够，伫彰化八卦山的龙井甲奶子的花是开甲乌唔乌。有市胖的农民就真欢喜，讲今年的蜜可能收成会当顶杯。而且有农民嘛发现讲，英国真正出现的奶子草册菇啊，数量有变较少。农改场讲，除了防治的效果，嘛有可能是草册菇啊族群的发展有产生变化。芳农拍开芳厨，观察芳仔采蜜的状况。今年因为雨水高，加上奶子灵应开花时阵无拄到高温，开花状况好，芳农就表示，今年蜜的收成甲旧年比至少加2倍多。因为旧年花开了歹，啊灵应树又分大细年，旧年开了歹，今年开了较好，所以今年的收成大概是旧年的2倍以上。南部今年阁如何？安尼啊，中部是嘛算袂歹安尼。彰化八卦山沿线乡镇大概种1500公顷的灵应甲奶子，这几年因为天气反常，影响果树开花结籽，阁有奶子草菇的危害，毋但农民无收成，行农嘛采无蜜。今年天气较慢热，灵应奶子的花拢大开，嘛无看到互农民真头疼的奶子草菇啊。农业处表示，这是因为这几冬的防治有效果。针对山内底较无法度起味的所在，咱就涂迄个皮肤
小风。东家荔枝村向哪边外溢的时阵出来，佮拄到会容易有在喷加油啊，为一个防线的概念，很严格的把这个防线给它拉起来。草瓜糖哦，伫咱台湾哦，差不多有15年左右的历史啊。那它先入侵的时阵哦，是伫咱北部跟南部地区啦。那咱中部地区差不多是在107年，那时候就严重诶。最近这3、4年来，大家共同努力防治，还有以自然的一些族群的一些发展，起码其实也数量已经是真少啊。除了防治工课预防，台中农改场也认为，今年4月佫出现无到10度的低温，这对需要过冬的乃至草牛仔来讲是真歹活落去的。农改场嘛呼吁农民，唔通因为这几冬草牛仔数量减少，就伤可惜。更远的管理防治嘛是爱做好周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体育消息，我来看2025年 WSSA 世界铁杯亚锦标赛。有23个国家411个选手来参加，咱台湾的代表队伫头一天就创下每一个人拢有摕到金牌的成绩。这一届台湾队拢总摕到25块金牌、15块金牌，还有12块铜牌。金牌数量是排伫世界第3。咱台湾的选手敢若16个人都摕到这么好的成绩，嘛引起世界关注。比赛开始，伫队友的鼓励当中，加速接票最后0.18秒就选成拍败一韩队，这是平均年岁不到9岁台湾 Rapids 队。台湾小将伫2025年竞技铁杯世界锦标赛创下好成绩卫冕。那优秀的小英雄团队2025年铁杯世锦赛伫瑞士举行，台湾代表队得到25金、15银、12铜好成绩，那金牌数世界排名第3。甲冠军德国队派出108人，甲亚军马来西亚队派出37人比起来，台湾总共派出16个优秀的选手，夺金的比例是悬甲惊人。这摆各有3项3冠红甲3冠后。面对比赛压力，拢未紧张。新北市入着实验区中的选手陈秋秋，伫15到16岁女子组环扫3冠，加上团体赛摕6金、2银、4铜，才做这一届上届金牌选手。同市金苹果手的小将吕友新同款，个人3项拢全部摕到，还佫干那8岁林思琪，也正做这摆台湾代表队年岁上届3冠后。那平常练习会不会很辛苦？那小选手真野望，成功大学运营女皇陈碧如也摕个人2冠，正做总成绩全场第2，佮甲队友佮摕团体组上金，还佫19岁以上组台湾 Dragon 伫竞争上届的组别当中，成功封顶摕金牌。杨交代中兴大学等选手读册铁杯上强，被封做学霸天团。天气、环境。路途时差都会影响选手每个表现，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们做到了。世界各国411位选手，中华小将气势强强，16人全部摕金牌，也为台湾精神争取光荣。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上北世界壮年运动会5月17就要起鼓啊！为着要鼓励大家一当活较老、运动较老的精神，台北市府嘛邀请4个90岁以上的参赛者。来分享因运动的撇步，而且每一个时段拢看到真有活力。我们准备好了，和世界跳一场。 4位90岁以上的谢仲文选手，甲大家真心喊声，讲因准备好啊！拜以台北市政府邀请104岁羽毛球选手林佑模、90岁游泳选手林如昌、陈建德，和93岁木球选手苏正春来分享因对运动的热爱和长退休的秘诀。大会里给我安排，我给李阳的老爸来打双打，世界年纪最大的。 一场健康的秘诀就是人一定要吃，还有要睡，最重要要想得开，不要计较。 一寡活到老、运动到老的运动选手，讲到运动是非常乐听。有人展示羽毛球，有人分享跳水，阁有时段教大家练气功。根据台北市政府的统计，这届世壮运65岁以上的参赛者，拢总有2000位，其中90岁以上的拢总有19个，当中有8个是台湾人。有8位我们自己台湾的选手，另外7位呢是来自于其他国家。
那当然，刚才有提到泰国105岁田径啊，因为我都到时候也很想去看。台北市政府也表示，即届65岁以上的时代，上侪人报名的国家，第一名是台湾，有893人；澳大利亚有140人；日本127个人。那女性的部分，前3名是台湾281人，日本51人，巴西46人。来自各国的选手斗阵来到台湾，展现因活到老、运动到老的精神。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即卖地球暖化的情形愈来愈严重，所以有真侪产业嘛制定出减碳的对策。有英国剧场的业者因甲演出的戏服，也佮有道具保存落来，数量有甲15000外件。若是剧团会当来租，嘛开放互学校会当租来使用。这若打造剧场艺术循环经济体系，嘛互资源会当继续再利用。无论是人头骨、女仔的面壳啊，或者是中古世纪这龟头的原色的铁甲衫、形制本色礼服，这寡拢是为着专业舞台剧演员的演出所制作的配件。怎么连一般学校甲业务的戏剧团体也有机会使用这寡做工正旧的戏服？因为剧院立配司发布了，鼓励剧场积极循环利用这寡舞台配件。There's always been a culture of reuse, but a lot of the assets, especially scenery, would go into landfill. I mean, there was a period of time that it was being recycled, but a lot of it was being pelletized for wood burners, and you know that's only a step up from landfill. 剧院立配所的概念是伫疫情期间形成，英国戏剧艺术产业迄当阵就永续经营的想法，积极响应减碳排放的目标。立配司鼓励舞台剧伫制作时阵，至少一半戏服甲道具需求来自使用过配件。以前即款舞台剧的道具甲戏服，戏若演线就单调，怎么是回收再利用？ And often you find within any production there are certain aspects that will be best suited to totally original creative pieces, but often there are scenes or sequences or characters or events that could only be best realised by a ready resource. 剧院立配司的影视目标是依照减碳排量的程度分做3个等级。国家剧院按算2026年中期，所有的剧作拢会达到第2级，2030年就会到上悬的正0等级。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18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加19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加20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加18度，上悬28度。来看外岛地区19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